愛琴海岸於2002年入伙，由新鴻基、恒基及陸海通聯合發展，屬於青山公路區地標屋苑之一。屋苑共有1624伙，由7座大廈組成，面積由490尺至到811尺，間隔由2房至到3房加工人套房。景觀上向南嘅單位普遍望遊艇會海景，而向北嘅單位望翠綠山景。會所設施齊全，有戶外園林泳池及室內恆溫泳池，亦都有大型兒童遊樂室、羽毛球場、健身室、鋼琴室等。會所亦自設餐廳。交通方面，屋苑青山公路旁有多條巴士、小巴線往來港九新界各地。揸車人士亦都可以由愛琴海岸到深圳灣只需約30分鐘，到尖沙咀約27分鐘，到中環約35分鐘。屋苑車位總數有1038個，對比其他新入伙屋苑相當充足。屋苑亦都有幼稚園，鄰近2間小學、國際學校同埋珠海大學，返學非常方便。愛琴海岸商場有超級市場及食肆，行過對面馬路黃金海岸商場更加有大型連鎖快餐店及多元化國際食肆。附近亦都有黃金海岸泳灘及麥理浩徑，給喜愛戶外人士有一個好去處。大家如果有興趣索取相關資料，歡迎聯絡我哋晉成地產。